剑山草堂的东西就是2个字：放下。放下工具，由心入术，由术入道。为什么要放下工具？因为工具是冰冷的，是无法传递上内心感情的，它中间是有介质的，所以说它的壶是永远不整口的。所有的壶在烧制的过程中，一般它的口盖是要高的，撒完石英砂把它卡在上面，最后再去整口。但剑山草堂不整口，还要把它烤进去，严丝合缝。你如果去看胡星辰的工作室啊，去看他做壶的这个场景，身边有6个套缸，正常做壶1个套缸就够了，那为什么要6个？它每个套缸的温度是不一样，湿度也是不一样。他是想借助事物自己本身的垂坠感，先放在第一个，让它回到那种最疲软的这种状态，然后把这个盖子放在上面，让盖子的重量自然垂坠下来，之后它就开始映入这个口了，然后开始削，削完之后换一个套缸到另外一个湿度，再去让它自然垂坠，再去削，它这个盖子就是呈现一个梯形，就是一层一层削的，让时间自由的沉降下来，最后直到跟整个深桶的盖面吻合，慢慢变干，这就是一个醒的过程。所以说这把壶经历的时间非常非常长，所以这个壶它难不难，一定要上手去感受，太美了，美到一发不可收拾。